腦後講故事，延續馬蹄蟹的生命奇蹟。傍晚時分，潮水慢慢退下，一隻年老嘅馬蹄蟹慢慢咁爬上泥灘。佢就係鍾意講故事嘅后嫲嫲。小朋友，嫲嫲要講故事啦，仲唔快啲過嚟？你哋知唔知啊？喺好耐以前，呢個地方同而家完全唔一樣㗎。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、數隻小馬蹄蟹興奮咁從泥灘裏面探出頭來，雀躍咁爬向后嫲嫲身邊。喺我出世嗰陣時，泥灘大到無邊，潮水一退，我哋馬蹄蟹就成群結隊咁樣喺泥地上翻來覆去，覓食、脫殼、成長，數量多到遍佈成個泥灘。你哋知唔知我哋嘅祖先有幾巴閉？我哋嘅族群已經喺地球上生存咗幾億年，甚至比恐龍仲要早，所以大家都稱呼我哋做活化石。小馬蹄蟹小蹄歪住頭望住空蕩蕩嘅泥灘，仲有散落嘅膠樽、玻璃碎片、漁網。哇，原來以前到處都係我哋嘅足跡，但係點解而家剩低我哋嘅？自從喺呢個泥灘附近越嚟越多人進行各種活動，例如掘蜆、旅遊等等，我哋嘅生存空間就變得越嚟越細。嫲嫲，不如我哋離開呢度啊，另尋一個又大又安靜嘅泥灘啦。隨住城市發展，無論去到邊度，都會面對唔同嘅挑戰。唔使驚，只要小蹄努力長大、脫殼，讓身體越嚟越強壯，就可以孕育下一代。后嫲嫲，我哋係咪一定要好似你咁大隻先可以生後寶寶㗎？你真係聰明，當然要啦。你要脫殼10幾次，身體先會長得夠大，外殼更加堅硬。當年嘅我，每次成功換上一身嘅新殼，就會喺泥灘上翻跟頭表演啦。哇，好厲害啊！但係我連最基本嘅翻身都做唔好，更何況要翻跟斗呢？要記住啊，雖然我哋有好堅硬嘅外殼，但係一反轉就會露出身體最脆弱嘅部分，所以馬蹄蟹要好好保護健美，而且熟練翻身先至可以保護自己，話唔定有一日可以幫助人哋呢。講到幫助別人，我哋嘅族群間接拯救過無數嘅人類。我哋嘅血遇到空氣就會變成藍色，更重要嘅係可以製成後視劑，對人類嚟講係非常嘅珍貴，可以幫佢哋檢測病菌，避免受污染嘅醫藥用品用於喺人嘅身上。嫲嫲亦都曾經捐血救過人㗎。原來我哋嘅血咁獨特㗎，可以幫助其他種族。嫲嫲，你真係一個超級英雄啊！呢個就係我哋活化石一直以嚟嘅使命，你都要延續落去。我哋為人類付出，到底會唔會有回報嘅時候呢？你要好好長大，
總有一日你會見到嘅，相信我。捐血之後嘅嫲嫲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有啲馬蹄蟹捐血之後，以後都冇返嚟啦。小蹄牢牢記住后嫲嫲嘅每一句話，努力學習掘沙、潛水、翻身、翻跟斗，希望將來都好似嫲嫲咁樣，成為真正嘅英雄，延續活化石嘅使命。我一定要成為一隻能夠返到泥灘生後寶寶嘅大馬蹄蟹。10幾年後，小蹄長大啦，佢決定離開泥灘，潛入更深嘅海底，展開旅程。小蹄仲以為離開咗滿布垃圾嘅泥灘，海底世界會係美麗同埋潔淨嘅，冇諗到連呢片深海都唔能幸免。你好啊，我叫小蹄，係一隻馬蹄蟹。我哋都係蟹啊！你嘅愛好同我哋一樣，又堅硬又好玩。兄弟們，你哋都爬上嚟啦！小蹄遇到活潑嘅小蹄蟹三兄弟，佢哋一見如故，十分投契。但係一道聲音打斷咗佢哋嘅歡笑聲。咁咪好啊！滾啊！爸爸發惡，兄弟們速逃。我哋螃蟹家族同你哋馬蹄蟹一啲都冇關係㗎，你哋快啲離開呢度啦！喺某個偏遠嘅海灣，一艘漁船正喺度拖網捕魚。喺漁網中，唔少海洋生物被網住啦，例如魚、蝦、蟹等等，當中仲夾雜咗唔少嘅海洋垃圾。不幸地，小蹄同埋螃蟹們都被困喺漁網之中啊！爸爸，發生咩事啊？呀，快啲放我哋出去啊！小螃蟹，你哋喺咪度啊？小馬蹄蟹，我有一個請求啊，你可唔可以帶住小螃蟹三兄弟逃走啊？真係對唔住啊，我之前對你咁惡。唔使擔心，我冇放喺心上。後嫲嫲經常同我講，幫助別人係唔分種族嘅，只要係我能力範圍，我都會盡力做到。但螃蟹爸爸，我哋唔係一齊逃出生天咩？你小螃蟹，爸爸身體太重啦，唔可以繼續守護你哋啦。聽爸爸嘅話，抱實小蹄姐姐，要好好活落去啊！原來螃蟹爸爸打算剪破漁網，並希望借助小蹄嘅翻跟斗能力跳過船邊，帶小螃蟹三兄弟重投大海。嘿！螃蟹爸爸剪斷漁網，螃蟹們捉實小蹄嘅背部，小蹄用盡全身力量，健尾一翻再翻，坐穩啊！經歷重重難關，小蹄成功爬到船邊，只差一步就可以重回大海。呢一刻，小蹄卻停咗落嚟，並大聲呼叫螃蟹爸爸：螃蟹爸爸，快啲過嚟，將我嘅健尾當做梯子爬上嚟啊！我可以㗎，請相信我。快啲啊！爸爸快啲過嚟啊！螃蟹爸爸以極快嘅速度，借助小蹄嘅健尾爬到小蹄背上，佢哋同心協力，
最終成功重回大海，重獲自由啦！太好啦！一飛沖天。幾年之後，曾經滿布垃圾嘅泥灘已經變得潔淨如初。泥灘上有學生正熱心地進行淨灘活動，更有野外放歸馬蹄蟹。遠處有兩隻強壯嘅馬蹄蟹，靜靜咁觀察住呢一切。佢就係長大之後嘅小蹄，仲有緊扣喺佢背上嘅丈夫。后嫲嫲，我終於成為一位超級英雄啦！肩負起我哋活化石嘅使命，能夠再次回到呢片泥灘，呢度嘅感覺同之前唔一樣啦。而家就係人類報答我哋嘅時候嗎？小朋友，嫲嫲要講故事啦，仲唔快啲過嚟？當年后嫲嫲講故事嘅情景再次出現，唔同嘅係呢一次講故事嘅老后係小蹄。老后講故事可唔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呢？